有中文的吗？有。好，谢谢。入境要全面普筛的，那你觉得这样的政策好不好？就配合做就好了，没有问题啊。上飞机之前有没有知道说进来就要被普筛了？有知道了。那要筛3次会不会觉得太多？因为进来之前已经有在韩国已经做 PCR 了，不是吗？对，就变成是4次了。对，会不会觉得太多？国外1次，回来3次这样。对，所以我就不知道国外那一次还需要吗？好，主管好，来，谢谢。一些简体裁剪盒还是什么都有放在椅子上面，座位还可以在都有间隔，这样子是可以坐几个人？这个区5个。来报告一下，今天下午可以看。今天中午开始实施入境旅客这个裁剪的这个措施嘛，那昨天这个计划昨天确定，那我昨天早上有先过来跟机场公司跟所有的 CIQS 团队大家一起看了一下动线。那第一个我要先谢谢我们机场所有的这个防疫伙伴们，无论是机场公司还是 CIQS 团队，大家在1天的时间很快的去把它建制完成。那第二个是当然是第1天开始实施，那看起来因为我们是在礼拜5的中午开始施行，礼拜5是我们这段时间航班数最多的一天，航班数最多的一天。那以目前来看，我们目前所设置的这个裁剪站的这个5个口，还可以因应这个航班的载客数不多的时候，当然这一块机场公司跟我们北区的区管都会一直来持续在增加，来方便以后旅客数增加的时候来因应。那整个流程跟动线上都可以让旅客这个顺畅的去完成，那也可以清楚的辨识有没有完成裁剪的旅客，那可以搭上这个防疫专车或是防疫机能车。我想这个部分是一个非常流畅的一块。因为第1天那我们昨天在资讯上也有立即给民航局跟航空公司，也给机场公司，所以机场公司也会利用这个在等候的这个大厅相关的资讯设备来提供给旅客知道。那因为大家清楚这个航空器上面的这个播音设备呢，必须要有一段时间，所以我们也有跟航空公司谈，希望这个未来在这个裁剪的方式，那可以在旅客下机之前可以先看过影片。那我们也有透过这个资讯传递，希望昨天有航空公司将相关的这个采取的措施跟影片呢，也有 email 到旅客的这个 email 去，这个也是我们有拜托航空公司也来加强这一块。那我们就也请旅客啦，现在还在海外的国人要返国的，那如果你们有接到这些相关的讯息，可以先打开来看，自己先熟悉。那未来我们也会增加在航空器上面的一些宣传。是不是有可能为了说在机场直接裁剪以外，有没有可能直接拉到防疫旅馆或是集中检疫所再做这个动作？这个我们有评估过，因为如果到了我们还是维持专案国家到集中检疫场所，就在集中检疫场所做裁剪嘛。那旅客返国之后，其实是散居在不同的县市、不同的防疫旅馆。那回到防疫旅馆去做安排裁剪，其实是更造成这个不必要的外出，所以我们就我们就整个规划完之后，就是采取在机场做完裁剪，
那他在防疫旅馆或是集中检疫的这一段时间，在第10到12天的时候，我们有分发每一个人有一个居家采检的这个检查的这个居家采检的设备、快筛的设备哈。那也在机场端就发送给每一位旅客，那他们可以在第10到12天的时候还要再采检一次。那结束这个14天的时候，我们在12到14天的时候，地方的这个卫生单位也会再安排旅客再做一次采检，所以会有3次的采检。未来有没有可能在机场直接设置 PCR 筛检中心，直接在机场就可以验出结果？这个未来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必要？跟那个从去年就一直有一些评估跟需求这个也要看相关 PCR 设备的这个速度等等，那个都会一并去做考量。